就是它的金额会比周边实际上的一些房租再低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吸引力也蛮重要的，所以我就会想抽抽看，然后也有找朋友一起来抽这样子。现在因为是住在那种小套房。那但是因为你不确定说隔年房东会不会再续租给你，或者他会依房价浮动，然后突然给你调整租金，所以变成说你会有点担心房价，就是房子的租金会变动得很快。那因为就是政府新建的话，会感觉比较有保障一点，在租金可能也不会说随便乱调整，因为它现在是全新的，然后又在不错的地段，生活机能应该也都是不错，所以对年轻人来说，这蛮有吸引力的。加上它有专人管理，所以你不用担心安不安全的问题。加上政府也有附上基本的设备，像是热水器或者是冷气，所以其实你只要基本添购一些小家具就可以入住，然后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加上它也会就是管理，对于可能不适任、不遵守规定的也会记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是蛮不错的。今年按胜有3个社宅完工啦吼，第一个是仁爱，第二个是成功，第三个是小东啦吼。同时嘛有2个所在开工哦，包括东兴甲今仔这个平时一起，这是拢今年都会推动的吼。这个地点拢拄伫咱个精华区吼，所以讲交通拢足方便的，而且所有配备拢有啦吼。通过安尼会当互咱这个青年甲这个弱势团体会当有一个较好的居住的环境，这嘛是咱努力的目标。宜居仁爱呢，最后是有1448户合格户，那我们抽出75户，宜居成功的话呢是2520户，那我们抽出103户。那我们后续呢，在年底的时候还有宜居小东大概378户左右呢，我们会来招租那请民众呢，大家在有愿来申请。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年大概农历7月以前就可以顺利让第一批社宅的这个民众可以顺利进驻，赶在农历7月之前提供最好的服务。那社会住宅是国家的政策，也是这个落实居住正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借着这个工具，能够带给民众能够成家安心，能够住进去而且能够安心的居住。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台南市的社会住宅。利用时间嘅欢收看6月30号嘅中嘉台南电新闻。农历6月7日是好爷圣诞，但市北区行政宫甲第5分局联手打造限量保庇嘅小食衣吊饰，别甲信众结缘。因为即天拄好是天空日，开基阳宫嘛将玉皇上帝龙袍摕出来拍日头，后备少信众相当好奇。好文伟底边啊，还有古照造型，象征好好生活。并过来是警察制服，好爷圣诞节天，香火上旺的行政宫，江台南市警局第5分局推出限量800个吊饰的小心意，给我们这个台南市所有的居民一个祈福，也透过这样小生意的活动能够让这个行车安全。好爷会当讲是相当灵城，唔那互看做是价钱的财神，也阁是小朋友的守护神。行政宫照管咧举办客户活动，8只细尊的好爷婚礼非常古锥，有信徒趁着圣诞，甲好爷请回去，尽煞买伊上爱食的奖品。他每年生日我都会把他请回来，麦当劳是他最喜欢的，他给了我5个圣杯。我每一年若咧去好爷会使讲真正村早上就要到150位。6月7日除了是好爷生日，嘛是天空日，相传是玉帝开天门，听信众心愿的日子，因此开启玉皇宫的参拜人潮嘛相当的多，也阁特别把龙袍对衫橱内底当中摕出来拍。一日拄下凡落来吼，袂是讲来祝福，来甲大家安慰，来互大家有迄个信心会当来改善。庙方也阁以义卖保温巾的公益活动来彰显玉帝下凡庇佑众生的好生之德，甲所得全部捐予学校也是弱势族群。
台南新闻出怀采访报道。来台湾已经17档的越南新住民杨美凤，拄来台湾的时做过翻译、作业员，嘛带领过饭店的总铺师，一直到4档前伫南区创业，开设越南美食料理。现在伊事业有成，想要回馈社会，透过议员林美的媒合，选定每个月第1个礼拜一，管50个中式，起来是粤式的便当，要送予有需要的民众。过来台湾17档的越南新住民杨美凤，目前伫南区开设一间南凤粤式料理，4档来不断扩大营业。现在创业有成，想要回馈社会，因此透过台南市新住民关怀服务协会，甲着议员林美来媒合，希望用每个月第1个礼拜一餐厅休训日，请员工做伙来制作中式或者是越南的便当，要关心予社会有需要的民众。然后啊，我们家里也没有很好，都是会有一些，就是人家就会先助我们。只有现在我们过来这边做得好，然后也有努力，可是我要想分享这个好的留下来，那以后还是会有人跟我们的一样做。跟我们的一样分享那个好意出来。美凤，这就是我们南凤夜市料理的老板娘，老板杨美凤，美凤姐，她跟她的同学跟姐妹会准备，就是我们中越结合台湾美食跟越南美食结合起来的便当，中越便当，提供50个在那边给我们的好朋友。我希望这都善的循环，希望。我也觉得今天记者会，我会告诉很多的其实异国新娘，因为我们新住民协会什么国家都有，或许有一天，这些人他也真的可以把他们的家乡美食，透过爱，透过这样的传播，让大家知道，也让他品尝一下，让他们觉得他们想做一些爱心的事。上午同齐见证的有社会局，甲着东协三贸发展促进会成员，以及南凤粤式料理餐厅的员工。因选择第1个月7月7号，将捐出50个便当，要伫中华西路1段社团法人台南市新住民关怀服务协会来发送。看到新住民的用心，关怀协会理事长嘛特别加码50个，总共100个便当，欢迎有需要的民众会用咧到场来领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早期活动中心主要是提供民众集会甲各项公共事务，不过随着时代进步，民众需求不断增加，活动中心已经调向民众终身学习、艺文展演以及社区福利服务的多元化。以北区大河里活动中心为例，伫启用1档后，28号的盛大举办第1场大型的在艺嘉年华，其无分年龄拢来这个舞台，展现学习成果。台南市北区第1座多功能大河里活动中心，伫老地剪彩过后，除了让里面好休闲行搭，嘛是充满人文气氛的艺文展演空间。1档后，这个多功能经展现伫6月28在艺嘉年华。一开始，大港古式的太鼓队就用精彩鼓声，予大家震撼。随后，社区的舞蹈班、歌唱班伫老师的指导，嘛一一展现因学习的成果。无分年龄，无分男女老幼，大家拢会当伫活动中心这个舞台来在艺表演，充满成就感。现在活动中心跟以前差距我觉得蛮多的，尤其现在多龄化之后，更可以学习到更多不一样的技能。这样的一个社区环境，最主要就是要带给我们的市民的幸福感。那更重要的，也让我们的居民能够在平常的一个休闲的时间，能够到活动中心来参加一些课程，或者是来参加一些歌唱的一个才艺的一个精进的课程。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中心的最大效益呢，最大的功能就是让提升我们的一个市民的一个生活品质。对此，立委陈天辉嘛前来见证活动中心的多元目标，同时甲区长做伙现场，家己蓝调调，尤其甲大家鼓励。
因为一路行来，催生活动中心到争取的功能，拢是感动的过程。很多的社区表演，有很多的妈妈很会唱歌，甚至我们有地方的小朋友的跆拳道，所以他们都一起汇集，能够做一个表演，所以让大家觉得说我们的活动中心是这多元化，而且会当让大家来这行行看看佚佗，这是咱一个非常好的享受。开始早期的活动中心主要是提供民众集会甲各项公共事务，不过随着时代进步，民众需求不断增加，活动中心已经调向民众终身学习艺文的展演，甲社区福利服务的多元化。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五市中青会28号举行第组届第3次会员大会，邀请来自全台湾各地五市中青代表共同参加，联络感情。会中更颁发会员子女的奖学金、敬老金、甲庆生等活动，相当热烈。台南市五市中青会员大会，除了咱市的五市中青参加以外，还有来自彰化、嘉义、台东以及高雄的五市总长代表参加，艺龄烂烂的妈妈也出席中青会员大会，场面热烈盛大。真欢喜，会当邀请到咱的嘉义市吼，咱这个中青会的理事长，因嘛是咱台南人，因伫嘉义吼需要有成，伫遐会当做嘉义市的理事长，咱嘛真欢喜。那么咱的全国的吼。咱的有信中青会全国的这个会餐吼，嘛是伫10月伫咱嘉义市主办，伫咱嘉义主办，所以讲到时阵吼会盛况空前吼，咱伫遮搭嘛真欢喜。咱今仔日的这个中青会吼，有咱台南市这所有中青来遮参加，嘛有阮有台东啦、高雄、甲彰化遐，咱有信中青的吼来遮，大家互相来。大家来参加这个聚餐。阮今年到11月7日，伫咱嘉义市妇人中学，我们要举办全台第48届庆生大会。希望讲咱所有中青、咱所有朋友，会当到时带着较侪咱的亲朋好友来嘉义市来遐接受阮的款待。活动这天，民政局正副首长也拢到场祝贺，侪民意代表也拢出席相听。咱五市中青会，以咱台南市内底。这个中青共生中青，会使讲上团结的吼，尤其认真的，迄个会长、上五市上五会长，伊出钱出力啦吼，咱这中青拢会当共同一心，有哪是这带动咱台南市会当发展的最大的原因，你讲对不对？有信中青会吼，咱每一位理干事，包括咱理事长来锻炼一下，有大家共同的参与，才会当吼，咱有信中青。这个会能够更加茁壮。我们台上的每一个民意代表，都非常支持我们的五市中青会。如果我们任何会员顾问们需要，我们现场每一个民意代表协助的地方、服务的地方，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很多的社会公益上，他都做了很多的帮忙，所以说也虽然其他什么中央中青会会务。看到这个条面，代表咱这个会就是较有感情，有温暖，再来大家会相听会分享，大家就是讲社会出来拍拼，大家当共同安尼吼，手牵手，心牵心，大家合作伙，大家来共同来创造上较好的这个商机。会员大会上也颁发子女奖学金、敬老金以及推荐奖等。理事长吴志祥表示，台南市五市中青会伫历届理事长以及理干事无私奉献、共心共德之下，以奠定建设基础，未来更会以企业经营策略模式，形塑中青会，打造具有亮点、活力、效率的中青团队，让台南市五市中青会继续发扬光大，再创会务高峰。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
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今年虎城建成300栋6合建马公庙联合境内8间宫庙举办虎虎祝6合虎城敬平安活动，其中8尊虎爷首次做伙出巡祝福，也有4间国小学生带领小节手，近1000人参加，嘛展现丰富的虎城人间文化。因这虎爷圣诞6合境马公庙特别联合境内开山王庙、开基樱花宫、大埔福德寺、由巷尾福德爷庙、清水寺等7尊虎爷，甚至开基临水夫人妈庙的虎婆，总共8尊虎爷做伙伫境内采集祝福。路径呢，事实上就是过去传统6合境的一个民间防守，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那个社区巡守队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因为大家拢知影，过去咱会有城的这个概念，是因为要保护咱伫咧城内这居民可以安定的生活，也有军事防备的这个功能。好迎着虎城建成300栋，还佫特别立起大南门城西一日，互大家知影人景文化的意义。这回焦点除了是虎爷乔治、康虎婆玛丽头一摆做伙，马公庙的虎爷嘛是第一摆出门。从以前到现在几乎都没有出过门，第一次扩大举行也是8只老虎一起出来，就是发跟福嘛，就是发财发福，然后保佑府城一切平安，大家都发财。他是属于守护神嘛，就是讲保护囡仔。保护妇孺，所以伊做起来这个动物的形状，伊袂通像老虎遐尔凶猛，放伫这个咱的庙里，咱互去拜拜。活动嘛庆祝虎爷生，特别请工艺师刘进文甲6合境内的虎爷雕刻伫托板顶悬印出来，也佮准备5座桥当2石榴的刻虎爷，互信众跋杯。民间企业李明修小姐嘛捐赠500粒茶卤卵，堪信徒结缘。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为了促进族群融合甲台湾文化交流，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甲议员蔡立青联合举办美食展览甲在艺表演，会中邀请泰国、越南、印尼等一个国家的新住民家庭，拢早来因故乡的美食甲精彩在艺，场面是闹热滚滚。来自一个国家的新住民准备了各自故乡的特色美食，甲现场的民众分享。有越南的凉糕、法国面包、马来西亚沙嗲烘肉、娘惹糕等等，互参加活动的朋友唔免出国，一次就当享受到各国美食。主办单位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希望透过活动，除了会当互新住民姊妹联络感情，也希望透过美食甲在艺展，互更多国人大众认识了解新住民的故乡文化。我们举办这个美食展，是希望让新住民有一个聚会的活动场所，也希望从此以后能够发扬光大。越南的美食。还有泰国美食、印尼美食、柬埔寨美食，还有台湾的水果。看今天我们大家来要签名，我们有3个点绿色的，我们吃完美食了，我们想很清楚，好了再投票，看哪个投票最多的才可以领奖金。还有我们的那个盐业坊董事长阮氏秀霞，就是在北部下来赞助我们的陪睡，缅甸的陪睡有5样，就是。很高贵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摸彩。今天我也很开心，很感谢我们的立法委员林正宪跟议员蔡立信，赞助我们这场活动。活动即天，台南市新月音乐艺文协会、台南市体育总会、安南区长魏文贵以及社会局机要秘书林建南等贵宾，也拢到场收听，甲民众同乐。台南是一个美食之都。那我们也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社会。那我相信台湾这个土地孕育出很多很多的我们这个好朋友。那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各位新住民的好朋友能够在台湾这个地方能够来去重新建立自己新的家庭。那为台湾这块土地
我们来融入，那也能够发展出一个新的一个属于台湾特有的一个文化。透过服装首秀、歌舞展演、异国美食等形式，进一步加深文化交融，也让新住民朋友感受到台湾的人情味。咱的新闻赵秀仪采访报道。艺术家王白端10当前伫安平开设工作室，一直到2020年伫法国巴黎大风宫参展的骄傲，以及拄着疫情的困境，甲父母过往，加上家己身体嘛出状况的人生每一个阶段，拢透过画作来呈现，也请大家前往安平等正向美术馆来参观。位伫安平庆平路的陈振祥雕刻美术馆。日前才拄开幕，头一档就邀请当代艺术家王白端举办油画创作展。王白端当年伫法国的巴黎，一直到疫情回来到台湾，伫台南来开工作室。到后来父母少年煞来过往，家己身体嘛出了状况。后来伫医护人员的鼓励，有了一系列眼底星空的创作。2022年，因为父母亲就是持续病痛，到2个相继老了哈。那因为可能过累了，回到工作室就是着眼哈，然后看东西晃动。有一次就是用打显影剂透过机器，我在那个荧幕里面看到的景象就是七彩变化非常漂亮。作画的时候，那个思绪都已经跳到星空跟宇宙这一个境界了。那前面会有用那个细微的不管是泼的或是点的或是甩的这些线条点点，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实的眼睛看到那种模糊，事实上它穿透过去就是那个星空那个境界。所以每一幅你会看到就是无止境的深渊穿进去，那有让观者有很大的想象。王白端的眼底星空系列不但突破过去人体的画作，更加伫去年的5月，伫巴黎画廊来展出，得到袂歹的回响。一直到今年初到金门来旅游，接触到净土宗熟悉的师傅，受到师傅的启发甲指引，开始学习绘画、念笔甲画笔。之后后来阿弥陀佛系列的作品。傍晚师傅又说：“白端你要画佛。”只是经过我身边，我竟然从脚底到头上发麻、大崩溃、大哭，然后旁边的人都受我影响了，我自己就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把眼泪收起来，我就说释迦牟尼佛这他把人生的那个谱子就2500年前都写好了，我们现在走的路只是在走它的后尘，在修正我们的行为而已。他会把西洋绘画融合，我从30年来就学习印象派、后印象派的画作，也追寻他们的生活艰辛，所以我把他们的画融进来。那这最近几天被夸奖的就是为什么可以把西洋绘画跟阿弥陀佛融合的这么密切、这么贴切，一点违和都没有，而且黄色、白色它的亮度、明度、彩度这么高，完全没有一点突兀，好，这个很不容易。那我也觉得这个都是很不可思议的。艺术家王白端专辑油画创作，这件的作品不但将南无阿弥陀佛结合西方的油画。另外，还有眼底星空、写生的日记等系列，展出将近800个作品。每一个系列拢有王老师的人生无同的生命历程，值得民众好好前来欣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南台科技大学伫校长黄连富就任以后，就以前瞻的眼光，将该校定做实做的 AI 科技大学，嘛用以10当来将人工智慧科技来改造传统农渔业的成功经验，
现在进一步邀请全国高中职加入 AI Maker 人才培育平台，让各校师生容易当轻松打造 AI 模型，透过资源共享来培育人才，并且解决各行各业的问题。南台科技大学在校长黄能富的带领，就是将该校定位为实作型的 AI 科技大学。会中，他帅气戴上 AI 驱动的 AR 智慧眼镜，来分享可以帮助没有经验的人在蔬果采收时，也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加上开发 AI 敲击棒来辨识西瓜和凤梨的优劣和熟度，甚至是结合视觉和听觉来及时为蛤蜊分级，以前所未有的辨识速度和精准管理来翻转传统农渔业的成功经验。而此刻他认为时机成熟，所以率全国之先26号正式邀请全国高中职一起来加入 AI 人才培育平台，让师生零门槛来参与 AI 模型的建制和实作，并发起算力共享联盟。10年的经验，我们讲10年磨一剑嘛，把它变成一个 AI 人才培育的平台。就把这些经验变成一个平台，让大家在上面学 AI， 就把它定位叫做实作型的 AI。当然，现在外面有很多 AI 的课程，很多学校你都要开 AI 的课程啊 ，AI 的素养啊，AI 的什么东西，但是你需要 AI 的实作，就是说我们说你做一次，比你念一本书可能还有用。AI 解决农渔业生产的问题，同样可以为百工百业带来颠覆性的变革。会中来自医界、学界和产业界都共同来见证 AI 所展现巨大的潜力。除了语言跟农业，还有很多不同的领域，每一个领域在 AI 的这个应用上呢，都是借助 AI 我们来赋能。做了13年，这个在 AR 眼镜的一个研发，终于看到 AI 来临，让我们的 AR 眼镜能够接近我们人类的世界。很期待有更先进的这个算力，更强大的算力，可以让我们在未来，就是在医疗这个智慧医疗的这个平台上面，可以有更方便、更强大的一个辅助。为了实现 AI 教育普及化的愿景，南台科技大学以前瞻视野来开创新局，就是希望共同为台湾产业注入新时代的 AI 人才。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感谢收看6月3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吉，咱再会。你听过指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指差确认，安全有保障。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一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
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